主后2022年10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管教要设限度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看启示录第9章第10到12节。第5个天使分伊个喇叭，我有看到对天顶落落来地面迄粒星，这粒星有领受无底深坑的锁匙。伊开无底深坑，就大火炉的烟冲起来，日头甲太空因为深坑的烟就变黑暗。草莓对烟的内面出来歇伫地面，伊领受权柄，亲像地上的叶仔虫有的权柄。因受交代，毋通伤害地上的草、逐种的树木，甲一切生喙的物，只有通伤害头遐无砍上帝的印的人。草莓无得到权，通杀死这个人，只有通互因受痛苦5月日。因的痛苦亲像人互叶仔虫咬着的痛苦。这个日的中间，人求死嘛袂得死，爱死嘛死袂去。草莓的形状亲像准备要出战的马，因的头壳顶滴亲像金的花冠，因的面亲像人的面，因的头毛亲像妇人人的头毛，因的牙亲像狮的牙，因的胸坎亲像铁的护胸甲。因的舌发出的声，亲像真济马拖车奔跑要去交战的声。因有马溜，亲像叶仔虫的马溜有刺。因伤害人约5月日久的权柄是伫马溜。因的王是管辖无底深坑的天使，伊的名希伯来语叫做阿巴顿。迄个语叫做阿波伦，意思是毁灭者。头一个灾祸已经过去，还有2个灾祸得要来。以上，上帝管教要设限度。对天陨落的星接受到无底深渊的锁匙，搁用伊拍开无底深渊。所以内面冲出烟，有草莓对烟叶飞出来，因得到亲像叶仔虫的能力。伫犹太传统中，草莓象征上帝审判甲灾难，亲像出来及记的记载。出来及记，草莓伤害是实物。伫启示录无共的是，草莓攻击的是下头无带上帝印记的人，也就是遐个拜偶像甲迫害信徒的关系，因的下头有兽的印记。草莓有真大的破坏力，毋过因无权伤害下头有上帝印记的人，只会当伤害袂当杀死无带上帝印记的人。而且时间只限5个月。这个草莓的面就亲像人的面，象征小领袖的组合。这2年外，病毒战争、森林大火伫全球肆虐，也有真济不公不义的制度、欺压、剥削、贪婪、生态破坏等等，就亲像草莓的攻击共款。不可否认的，这个灾祸有真济是人类所造成的，也就是讲，人类所受的威胁是家己的罪恶造成的结果。人的祸害比天灾搁较深刻。诗歌听的印记，歌词提到，无法度想象水架顶面是上帝牺牲的疼。是救主默然担我的罪，我这一生
原本属伫你，有你疼的印记。印记代表归属、保护的记号。归属基督的人有耶稣疼的印记，这是何等感恩的代志！细汉的时，我甲厝边的囡仔定定伫耍米小吹，风吹着的时，有的会挑地鼓大发，鬼来咯，鬼来咯！捌有囡仔因为安尼吓惊着，半暝做噩梦。记日当当时，阿嬷甲我讲，囡仔人毋通乱讲，咱心中有耶稣，有圣神刻印做记号，魔鬼毋敢来，免惊。阿嬷的话，我伫心内记条条，所以无受吓惊。当人悔改归向主耶稣，心上就耶稣十字架救赎疼的印记，也就是阮阿嬷讲的圣神的印记，毋免惊恶者的攻击。对天对落的星就是撒旦，伊拍开无底深渊，互亲像草莓一般的小势力带来互人恐惧的灾害。总是上帝虽然允准迄邪恶势力出现，也对伊设限制，因只会通暂时抢攻，搁不得伤害有上帝印记的人。痛苦是有尽头的，这对当当时身处压迫困苦中的人来讲，确实是真大的安慰和盼望。上帝互拜偶像的人受罚，是希望因会当悔改，就亲像父母处罚犯错的囡仔，是为着互囡仔改过，搁汲取教训。上帝虽然互人受苦，搁设下限制和期限，这是偌尔大的怜悯。默想，草莓的灾祸，互人反省上帝疼咱，伊用温慈的惩罚管教咱，是希望咱及时悔改。但是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，伊的公义审判落尾的确会来临。草莓之灾，互人反省。上帝疼咱，伊用温慈的惩罚管教咱，是希望咱及时悔改。但是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，伊的公义审判落尾的确会来临。做来祈祷，主爱上帝，当灾难来临，我才警觉，毋通行偏家己的路。爱对即中间反思归向你，毋通亲像启示录所描述的遐人，痛苦5个月，要坚持毋悔改，到尾煞灭亡。求你互我掠这做鉴戒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